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方面接近台湾，昨真侪所在拢落雨了，一直落到今仔日的中昼。下晡开始，水汽明显来减少，大空气落南。明仔载一直到后礼拜二，各地天气恢复到稳定，拢是侪云到好天。若温度嘛慢慢回转来了。后礼拜三阁有一度的方面的到位，落雨的几率来增加。希望天公伯啊带来雨水，消除掉咱欠水的危机。 路口落雨，路的民众也雨伞，骑车的人嘛拢穿雨满。天公伯啊，总算落雨，不过到下晡就较无啥有雨。那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呢，台湾各地呢都有降雨的情况。那特别是在云林跟南投以北，是降雨最明显的地区。这个锋面影响最明显的时候，就是到今天的清晨。那今天的白天开始呢，锋面的影响会逐渐的减弱。 下晡雨水变少，明仔载开始到后礼拜二，西半部拢是侪云的好天气。不过山顶有时阵嘛是会落雨，东部地区嘛会落雨。另外气温，为明仔载开始到后礼拜二，北部温度伫咧28到30度，东部26到30度。特别是拜六，南部会出现30度的高温。到后礼拜三会有一波锋面来。锋面的影响呢，对我们台湾来说，我们是处在比较锋面的尾端所以影响的区域来说，大致上是以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为主。 5月的中下旬之前，虽然还是会有一波一波的锋面通过，但是都是可能比较移动性的对我们的影响就没有那么的大。接落来就希望黄霜雨下到雨水可以水变多，民众就免惊无水通用。